屯門樂翠選區泛民內鬥，身兼立法會議員嘅何俊仁同陳偉業正面交鋒。陳偉利報導。希望大家出嚟踴躍投票。我係何俊仁。出動私家車巡遊，踢走保皇黨！踢走保皇黨！派出政治明星造勢，落力派單張。屯門樂翠選區3個候選人助選團都喺票站附近佔據有利位置，爭取選民支持。民主黨嘅何俊仁大打告急牌，面對人民力量陳偉業嘅追擊，再加上新界社團聯會支持嘅沈錦添，形成3人混戰局面。好多街坊係對我個選情呢係有啲憂心。以往即係上一屆，佢覺得我穩操勝券，所以有好多人係比較覺得呢就係即係唔需要佢一定係出嚟瞓身幫手啦咁樣。但係今屆佢哋好主動出嚟。第一肯定唔會兩敗俱傷啦。第一，民主黨對我哋嚟講係建制派嘅一部分啦，佢出賣咗呢個嘅民主嘅原則已經投咗共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梗係一個民主派對2個建制派。選情係會係，我相信可能會係激烈啦。你睇下而家氣氛幾好嘅，呢個選舉嘅嘉年華，亦都可以睇到有咁多嘅記者、咁多傳媒圍住我呢個環境大家都會好開心。樂翠選區大部分都係由私人屋苑所組成，由於候選人唔能夠洗樓拉票，所以助選團主要都喺路口度設立據點，爭取選民嘅支持。而選民就因為唔同嘅原因去投票。佢係有政綱、有表現，唔係空談嘅。即係我覺得我係需要選呢啲人。盡下公民責任啦。因為今次都好似幾激烈啦。幫下手啦，費事一黨專大。政績啦，過往嘅佢嘅出席率啦，同埋佢嗰個理念啦，最重要就係個人行為。亦有選民話，因為今屆選情激烈，吸引咗佢哋出嚟投票。Now 寬頻電視記者陳偉利報導。再次出山嘅工聯會陳婉嫻帶同助選團落區拉票，一心嚟挑戰佢嘅人民力量候選人任亮憲從旁突擊，雙方鬥大聲。助選團成員重重包圍，保護陳婉嫻。任亮憲想埋身，但唔成功。你連面對選民都唔夠膽，我就喺呢度俾個獎你。陳婉嫻入到商場繼續拉票。你好啊，唔好意思啊，我唔想有任何批評。我希望成個選舉推動民主嘅，要用一啲平和嘅氣氛，先大家能夠傾到嘢。我期望同佢傾偈嘅，但我覺得佢唔好衝擊我哋街坊，唔好鬧我哋街坊。任亮憲就單人匹馬拉票，對選情有信心，比預期中滿意嘅，其實係啊，都樂觀嘅，同埋都希望爭取翻原有支持者支持之外，可以多啲中間選民或者一啲地區選票嘅可以過埋嚟啦。較為低調嘅民主黨林偉基，投票日繼續向街坊派傳單，希望以地區工作經驗取勝。我喺呢個區裏面服務咗3年咁耐，咁加上嘅話呢，阿嫻姐嘅話呢已經退咗休3年，同埋佢今次參選嘅話，目的就主要就係出年嘅超級區議員嘅選舉啦、立法會啦。咁其實佢冇一個心嘅話呢，喺呢個區長時間服務嘅。黃大仙龍上選區有近12000名選民，以長者為主，而喺龍下選區嘅票站，有團體用旅遊巴送長者到票站，投完票之後就接佢哋走。Now 寬頻電視記者陳永琳報導。